人去哪儿了？我对你呀是一点恶意也没有。四毛哥也说了，这次任务不是为了伤害你，我就是个干活的。你既然是干活的，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。给我解开。这可不成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您呀也别难为我。是雪狼让你们这么干的吧？他究竟想干什么？雪狼？雪狼是谁？我是真不知道。不过四毛哥说了，帮你啊是为了一个人，只要这个人能够答应重出江湖，你呀就什么事儿也没有。谁？这我可真不知道。不瞒您说，我今天也是和四毛哥第一次见面。刘四毛去哪儿了？啊，他出去了，一会儿他回来您亲自问他，我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大概知道雪狼是想逼谁出山了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可以给我倒杯水吗？哎，您一等啊。我喂你喝吧，来。太烫了。哦，帮我倒一倒吧。哎。哎呀，姐姐，大概知道您是谁了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敢得罪你，就希望您日后啊别记恨我就成。反正四毛哥也说了，等完成这个任务啊，就给我盘缠，让我回老家了。
哟，许是四毛哥回来了。四毛哥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是不是可以结账了？走吧。谢谢四毛哥，谢谢四毛哥。白护士，刘四毛，还真是想不到啊！我也没想到，雪狼口中的飞虎居然是你。你看，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请你过来，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多多包涵。还真是一次好招待，还不打算给我松绑吗？好，解开脚可以，但是手不能乱动。咱们出来坐着，慢慢聊。坐。我知道雪狼让你们绑我，是为了逼一个人重出江湖，而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，白明海。你看看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子，飞狐就是飞狐，厉害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清楚，我父亲年纪已大，你们这么大费周章的逼他出山，为什么？你呀，是太小看你的父亲了。解放前，他可是大名鼎鼎的鬼枭，也是雪豹徐文正手下的得力干将。我想你也知道，当年在卢门，雪豹、雪狼那可是平起平坐的。雪狼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为了磐石行动。台湾的寇先生已经等不及了，再加上你的父亲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，这就是个巨大的隐患。我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我是我，他是他。以前壁虎在的时候，你父亲总是追着找雪狼，可是现在呢，一直往后躲，你就不觉得奇怪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只希望我的父亲安度晚年。麻烦你回去转告雪狼，磐石行动我会执行，但我绝不允许你们逼我父亲做他不想做的事情。你真的以为他能藏一辈子吗？共产党迟早会查明他的身份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隐姓埋名过一辈子的。飞虎，飞虎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我父亲现在在哪儿？我只知道他去找雪狼了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那你告诉雪狼，不准碰我父亲，有什么事直接找我。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记住，这是你惹我的代价。哎，红梅，啊，这么晚了，干嘛呢？补习作业，查钢丝绳呢。这华扣的案子到现在也没个头绪。哼，你这干嘛去了？啊，我陪珊珊逛了个灯会。怪不得，看你这高兴的，这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跟白慧关系那么好，她家没出什么事儿吧？白慧，她咋了？啊，我听珊珊说，今天白大夫去医院找了2次白慧，感觉有什么急事儿。白慧也是，下午4点半就急匆匆的从厂医院走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
有这事儿吗？我赶紧去看看。小辉，小辉，小辉，怎么的？离了电话变成哑巴了吗？我女儿在哪儿？做事情不能太过分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我做事的风格你清楚啊，否则你也不会3番5次来找我吧。但是如果你用绑架我女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我、强迫我，那结果就是适得其反。我知道你能听见我的话，我把话点到这儿了。我希望我回到家以后，所有的一切都能如故。如果你真的需要我帮你做事，行啊。你必须亲自来见我。如果连这个信任都没有，那以后别再来烦我。爸，这么晚了，上哪儿去了？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刚去了趟市医院，给韩厂长取个医疗仪器。陆秘书跟我一起的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听爸爸话呢？不是让你下班就回家吗？这不是临时有事忘了吗？对不起啊，爸，让你担心了。别动。怎么回事？去搬医疗仪器的时候，不小心让绳子给勒了一下，没事。啊，对了，你白天那么着急找我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回家吧，爸爸累了。爸，吃饭了吗？我去做点吃的。几点了，我还不吃饭？等你，爸爸就喝西北风吧。谁呀？是我。红梅姐，红梅姐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哎呦，唐公安，白大夫，你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没事儿。我今天听说您到厂医院找了小慧2次，她又提前了1个半小时请假回家，这不是担心家里出点事儿什么的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让你费心了。快坐吧。我爸老糊涂了，有一味药找不到了，非得来医院问我在哪儿。我这一时又想不起来，就跟我急了，让我回来找，也不顾及我上班呢。来，喝水。小慧，以后啊，不要动爸爸的药柜。哎，不动就不动，以后你也别让我帮你收拾。你看看。哎，白大夫，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呢？哎呦，行医嘛，不管多晚，只要有病人，你就给去呀。你也跟着你爸看病去了？我们回屋说。爸，我们回屋了啊。走。
我实话跟你讲，8点我就来你家等你了，现在都10点了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？电影票，你跟谁看电影去了？我跟你说要帮我保守秘密啊。陆秘书，陆秘书，你跟他看电影去了？我下午不是搭他的车去市医院吗？我看有时间就去书店逛了逛，然后他就，反正他也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今天实在不好再拒绝。你不会认真在考虑他吧？当然不会，但是他的心思全场医院不是都知道吗？我是怕一旦处理不好，影响工作就麻烦了。红梅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这种事情我也不好给你建议，但如果是我的话，不喜欢就明说，不拖着他，也别委屈你自己，对吧？是，这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嘛，不像你跟丹阳。我还真挺羡慕你和丹阳的。我跟他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呀？那你问问陈队长他们知不知道？不是，怎么说着你就说起我来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跟陆成这个事儿，你自己得好好想清楚。红梅姐，你慢点啊，明天见。小慧，爸，爸，你这么晚还没睡啊？庞管走了啊，走了。他问你什么了？问我这么晚了去哪儿了？你怎么回答他？我跟陆秘书看电影去了。看电影？快难为情的，就没跟你说。担心了吧？时间不早了，爸爸累了。爸。小慧，以后晚上还是要少出去，啊？爸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，也能照顾好你。我去睡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小慧，晚上出去，爸爸不放心。我知道了，爸。白大夫，哦，来了。哎，哪一位？白大夫，麻烦您看一下我这胳膊，昨天摔了一跤，人动不了了。摔了啊！来，快去，进屋坐。坐。哎，好，我去拿个东西啊。麻烦您啊。哎。来找我爸看病呢。是，昨天晚上天太黑，我这走路一不小心摔了，我这胳膊肘一撑地给扭伤了。哼，那以后走夜路要小心点。是，一定要小心的。哎，爸，坐。胳膊摔了。
轻点，轻点。这样疼吗？这还行，这还行是吧？还行。哦，这儿疼是吧？是。你这是摔的吗？是摔的啊，摔的。哎呦，我怎么看着你好像被人拿的呢？不是，白大夫，真是摔的。撒谎吧！我告诉你，被碰的还是摔的，这我还能看不清楚吗？动你这胳膊人呢，这是个练家子。爸，我去上班了。啊，快去吧。啊。你明白吗？白大夫，你赶紧来，上不了班了。我知道，你把这撑住。啊，撑住啊！哎，你放松，放松。哎，你是哪儿的？啊，我在市政工作，您赶紧给我看看，要不上不了班了我就。来啊！你感受一下。我动动啊，动动。能动了，行了，能不疼了。哎呦，谢谢您，白大夫。哎呀，不客气。那个多少钱？多少钱呢？啊，这么说吧，以后啊，离卸你胳膊这人远点儿，这算是我对你的忠告。这个不收费啊。来，谢谢你，白大夫。我走了。哎。一会儿你问他，我记录。关这儿，陆秘书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想向你了解点情况。啊，行啊，那咱去屋里说。啊，不用，就在这儿吧。啊，好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昨天4点半，你是出场了是吧？是的，是夏院长让我去市医院取一个医疗器械。一个人吗？啊，还有白慧。因为我们顺路。顺路，都去哪儿了？我们先去了市医院，然后把白慧送到了新华书店。然后呢？找我有事儿，求之不得呀。你说，要是有人问起你昨天晚上我去干什么了，你能不能跟他们说我们2个在一起看电影？红光影院就是那场昨晚7点的电影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昨天等到你电影结束，你都没来。是我不好，下次我请你好不好？但是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一下。我昨天晚上遇到一些事情，但是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，就是拜托你帮我这一次。我就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你也不希望我被赶出厂医院吧？好，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。谢谢你，陆成。公安同志，这个也要说吗？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啊，没有。我们去吃了碗面，然后晚上看了场电影。哎，公安同志，下班以后看电影应该没事吧？哪个电影院？红光电影院。你还记得是几点场，几排几座吗？晚上7点，9排22号。票据你还有吧？这电影票我随手就扔了，谁会留这东西啊？队长。队长，怎么样？据我们了解，2人昨天确实是在红光电影院看的7点的电影。他俩看电影？我第一反应跟你一样，我去问了白慧，确实白慧也说的跟陆程是一致的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为什么白明翰突然之间急匆匆的去厂医院找白慧？我是担心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搞清楚的状况。队长，我是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呢？你说陆秘书他喜欢白慧那么久了，以他的性格，那能把白慧约出来看电影，那恨不得那得全世界都知道。但他这次为什么那么低调？说不定是这种事情女孩子不想宣扬，所以白慧要求的。那红梅啊，你觉得白慧会喜欢陆秘书吗？肯定不会啊。
秘书百惠，在等我啊？厂里人多，不好跟你讲。今天庞公安来问我了，问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。但是我都按照你说的说了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。你也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。庞公安一点事，你放心，她是我姐，我了解她，他们只是例行公事。谢谢你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百惠，我总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？公安为什么会问？可以陪我到河边坐会儿吗？好，来，我来。昨晚我去见了一个人，谁呀？你应该知道，白大夫是我的养父。小时候，我在孤儿院待过一段时间。昨天晚上，我就是去见孤儿院领养我的老师。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瞒着公安呢？他是逃犯。逃犯？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？我没有办法，他对我有恩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可能就会饿死在路边。是他把我带到孤儿院，教我读书、识字。去年我才知道，他妻子得了重病。他为了给他妻子看病，他走投无路，偷了公家的东西。他昨天晚上来找我，我没办法，只能给了他一些钱。事后我也怕，我怕红梅姐他们知道，我是不是犯了大错？这个，从原则性来讲，确实有一些问题。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，你是一个善良、有同情心、知恩图报的人。我没有看错你。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？百惠，你放心，我会把这些话烂在肚子里。谢谢你。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，跟你聊聊天，心里舒服多了。百惠，百惠，我发誓，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，真的。袁然海，你记住，共产党现在处处防范森严，做事处处谨慎小心。你现在只是形似，你没有达到神似。我希望你到香港之后学一下对方的神，争取做到形神兼备。你的内心也要处处小心。你别忘了，厉先生在卢门还有个表弟呢。是主任。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也到了你这把宝剑该出鞘的时刻了。你到了卢门之后，要整合卢门所有的力量，你要做好一枚雷管，把早已埋好的炸药要彻底引爆。冉海，你记住，磐石行动，你才是我最关键的人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我赋予你在卢门的全权之责，无论是对飞狐、鬼鸮，甚至是雪狼，你可以随意处置。是。好，好。
去收拾收拾吧。帮我谢谢李经理啊，这次香港之行安排得很周到，我很满意。我一定会替你转达的。刘律师，渣打银行那边安排什么时候会面？已经约好了，明日9点见面。我父亲常说，在投机当中赚到的钱，不过是人脉跟机缘的巧合，上不了台面。而真正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。我在香港不会滞留很久，因为我要回到祖国，毕竟那里才是我的根嘛。厉先生，您还好？你是谁啊？啊？这……你们要干什么？刘先生不必担心，我还需要你继续当我的律师，工资提高20%，但需要你适当闭嘴。你们为什么要找厉先生？谁杀了厉先生？厉先生不是在这儿吗？可假的，他毕竟真不来。怎么，我不像吗？你外形上像，但是没有但是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是厉秋晨。看来刘先生好像还有所怀疑啊。你女儿长得蛮可爱的，什么时候结的婚？咱先说好，咱们这都是男人之间的事情，不能涉及家人。如果你不想家人受到伤害的话，就乖乖的按照我说的做。是，先生。什么先生？厉先生。他刚才跟你说了什么，你就继续按照他说的做，别耽误了我的行程。是，那我进去办事了，厉先生。你觉得他会听我们的话吗？他可以不听我们的，但是他得听他太太的。等过了口岸，给东南亚发个电报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但是以现在大陆的形势，主任派你回大陆，你想过后果吗？珊珊，红梅姐，怎么了？这有2封信，我爸让我给你，说是在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找到的。他说呀，这2封信可能对你有帮助，让你好好看看。哦，替我谢谢你父亲。没事儿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谢谢。白大夫，潘公安，有事吗？
您先忙。老傅啊，回去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。如果临时突然发病了，就把这个药丸啊拿一个放到嘴里嚼了，不能乱动。前段时间你这一发病，要不是人发现及时，你这不就没了吗？好好吃药可是啊。我知道了。啊，好，慢走。哎呀，旁观，来快坐。他这是什么病啊？听着挺严重的。他就是心脏不好。啊，我来是想向您了解些情况。你说。前2天我们收到徐文正的2封家书。哦。里面有提到您，原来您跟他认识，是因为给他父亲治病啊。哎呀，是有这么回事。徐文正把这事儿看得这么重，还写到家书里去了。这事儿说来挺巧的，我也是呢，通过给他父亲治病，认识了徐文正。这样推断下来，其实48年以前您就认识他。那他解放前在卢门的身份，您应该清楚啊。方官，我认识是认识，有交情是有交情，都是从另一方面。但是确实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尤其不愿意在那方面跟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瓜葛吧，或者喝茶呀，聊聊天，他到我这看看，也就是这。信里还提到一个事儿，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。49年9月，您有进过小灰楼，给当时被俘的中共干部看过病，但此前您跟我说过，您没去过小灰楼，这怎么解释？那是有这回事。当时有一个姓赵的共产党员伤得很重，他们把我找去，直接就蒙着黑布去了，就叫人带下地下室了。但是一看呢，伤太重了，我也没治疗。哎，为这个事儿还真是挺遗憾的。之前我跟您提起小灰楼，您从来跟我都只字不提。今天看来，也有很多没记清楚的事情。那关于我父亲，您是不是还记得些什么？哪怕只有一点点。方官，你干嘛非要认定我知道这些事儿呢？我47年，就是我父亲走的那年，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走之前他让我照顾好爷爷奶奶，跟我说他会走3个月。没想到一走就是一辈子。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离开那天的背影。这么多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，我都想知道他在哪儿。是我无能。所以如果您知道他在哪儿，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，我希望您告诉我，让我这个做女儿的，至少可以让父亲入土为安。好了，不打扰您了，不打扰您了，坐，我走了。啊。又有2个兄弟被抓了，小六子那小子是靠不住，早晚会把我供出来。今晚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做针灸了。新中国这都成立了3年了，我劝过你，要么走，要么叔叔。还不是因为当初做着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，现在倒好，想走也走不了了。你我单独联系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你供出来的。对了，你让我找的地方没有找到，只是找到了这把钥匙。我知道那是雪狼的秘密据点，就知道是个酒窖，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潜伏后，雪狼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但是我知道他的使命就在卢门，只要你不离开卢门，
就一定能找到他。明白。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以沉默表达。